继续来关心总统选战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独立参选，原地按算今仔日要展开联署，不过因为要做主案甲维安的演练，又搁延后一天，20才要正式开始。那民众党的郭文哲又搁紧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发表伊的 AI 歌曲，共款互台北市府甲退回。民众排队等要联署，算是了空抓。工作人员准备凉的，互侪会人小休一下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竞争2024总统大选要拼联署，希望达到29万人的条件。伫台北东区的联署总站，原本19就要正式运作，不过郭台铭办公室临时宣布，考虑治安甲维安的因素，延后一天，20才开放。互透早就赶来的民众，大家是怎样的人气？最起码也开放一个小区，让大家能够坐着休息一下。毕竟那个老阿伯啊，他们几位这个来支持的人员，让他们这样哭等是比较不好的。我们今天一整天要在做治安跟维安的演练，以确保最高规格的严谨保护民众的个资，不能有金钱对价，不能有不正利益。不能够有伪造个资的情形。要落实治安防护，互较周至。郭台铭办公室表示，郭台铭要拍一场有所准备的战争。全台湾人数20起股，头一批联署站以6都为主，扩大到全台湾22个县市，可能会加入机动联署车。另外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对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是真有兴趣，进前想要办演唱会去互拒绝。即马要办 AI 歌曲发表会，19上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卡夫卡餐厅，搁一届去互台北市府文化局拒绝。第一时间反应是又来了，对，因为他们有说他们可能误会了，他们以为说餐厅不算，所有跟北流有关的场馆，包括餐饮那场所，都不应该跟政治活动挂上关系或违反法令。餐厅老板是告诉我们说，是这个商业的租赁行为，可能还是不被允许，因为牵涉到政治。那我们一知道之后呢，我也立刻打电话给这个蔡局长，他们看了合约的内容，的确是如此的。那当然我们就从善如流，任何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。蔡世平强调讲，郭文哲想要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竞选歌曲，违反契约，强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袂当有任何政党甲竞选的活动。针对这点，陈志涵回应讲，尊重文化局审票的结果，会另外找场地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